别再来这么说，让我开始自己新生活。这个位置不对，还有那个该放在最边上，知道吗？啊，重新放啊！嘿嘿，我来，我来。这位女人，嗨，我呀就准备多运动运动，减减肥，这样的话不就省去买健身卡的钱了吗？啊？哎呀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来啊！不是，我跟你说了吗？我来，啊，我来。我总得干点什么吧？不用不用，你呀什么都不用干。有人找过你对吧？没有啊，你不要多想啊，没有，真没有。这什么意思啊？算是来看我笑话？你在这里工作，是让别人来看我笑话吧？我自食其力，怎么就让别人看你笑话了？我在这里赚的每一分钱，是靠我踏踏实实的劳动，靠我的双手赚来的。这比我坐在冰冷的办公室里，听着别人的逢迎要强多了，成就感要多多了。这就是你的成就感。看到了没？你不是清高吗？不是唾弃金钱吗？我只用了一点点钱，就让超市里这个小经理立马转变了对你的态度。他对我什么态度，对我来说根本都不重要，我不在乎。这是我自己选择的工作，自己选择的生活。我会负责任吗？你也是快30岁的人了，说的话做的事，永远跟小孩子一样。你自己负责，你懂得什么是责任吗？你的责任就是把你的母亲我照顾好，把咱家公司打理好，这才是你身为人儿的责任，你明白吗？不明白，我完全不明白。你需要我吗，妈？我需要我这个儿子吗？你不需要，你需要的是一台机器。可我不想当这台机器，但我求求你，别再来干涉我的生活，让我开始自己新的生活。谢谢。你妈来了，她想让你回去，她要让你回去，你就回去吧。依然，要不我们离开这儿吧，带着依恋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。别开玩笑了，这不现实。我们都不是8年前的样子了。不离开也行，但希望你别再离开我，让我握着你的手，好好走下去。
干嘛呢？自己跟高兴什么呢？我设计的钻石过了，而且老板表扬我，说已经有公司要了，说不定下个月就可以上柜台了。真的？哎，那是不是应该也有我的半个功劳啊？我做了3个晚上 PPT 呢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钻石的什么亮度啊、纯度啊、什么 IF、FT 啊什么的。哎，我都快成半个钻石专家了，我。啊什么啊？你不说谢谢我呀？谢谢。哎，呦，什么都没看见啊！我们什么都没看见。我先上楼了。哎，还不好意思嘞。哎，怎么着？你俩这件事成了？你这可不是秒速，你简直就是光速。没错啊。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？还培养感情啊？我们俩还用培养感情吗？对呀，就别培养了，省得夜长梦多。我觉着啊，到时候了，该出狠招了。什么狠招？求婚呢？你看啊，你们俩不用互相了解了吧？都熟悉了吧？矛盾也解除了吧？也没隔阂了吧？那还等什么呢？赶紧把婚结了呗！万一你要再出点什么事儿，你怎么办呀？再折腾一回啊？对吧？啊？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儿子，跟我回家吧，回林氏集团。啊，我的态度早就跟你说过了，那是你的事儿，我没什么兴趣。对，这是我的事儿，但你是林家的人呐，你也有责任呐。那是你的责任，不是我的。我离开家那天起，我就跟你说过了，只有2件事儿，我跟林家有关系。第一是我姓林，第二是我奶奶，其他的事儿我都没什么兴趣。孩子，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啊？林氏集团的事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多，我这一会儿都不得清闲呐。大家都说我是老骥伏枥，志行千里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我也累了，我也想撂挑子休息了。但是我看到集团旗下有几百号人，业务的往来牵扯到太多的人，人要生活，要吃饭呢。我撂挑子了，一身轻松了，他们怎么办？现在的一切都是你的选择，无论什么结果，你都应该承担它。我现在过得挺好的，我有我自己的车店，虽然不大，但是我感兴趣，我干着来劲。我对你的事儿没什么兴趣，我也跟你说了，我是不会回去的，因为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今天跟你说这样的话，不是为了故意气你，是我早就说过的。如果你真的想找人帮忙的话，你可以找张小琪，他不是一直在等这样的机会吗？你对张小琪误会太深了，他……行了，你什么都别说了，这就是我的决定。我自己的自行车店，好与不好，都是我的事儿，你改变不了我。天乐，我给你煲了你最爱喝的排骨山药汤，你喝一碗呗。不喝了，谢谢。
你没事吧？没什么事。刚才那个，你爸爸？少宇跟你说的？大家都挺担心你的，怕你有什么事儿。嗨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我爸就是让我回公司，帮他处理公司的事儿。他现在自己应付不过来。你怎么说？我没答应。我跟他说了，他的事儿本来就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是不可能回去的。我觉得你爸那么强势，这次让你回去肯定是迫不得已。你们俩这么多年，他这次主动给你个台阶下，你就顺势下了呗。这不是下不下台阶儿的事儿，我跟他之间的隔阂，跟下不下台阶儿没关系。天冷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，我就是自己心理上过不去那个坎儿。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不想就没事儿。行，不说这事儿了。那个，哎，你高兴点呗，你不高兴，我们大家心都悬在上边。你可是我们的顶梁柱、脊椎骨。脊椎骨，乐一个呗。林天乐，我喜欢你。林天乐，我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。修改的还可以啊，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反映，好不好？哟，别走啊！哎，忙着呢啊！你好，你好，来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就是我的那个宝贝徒弟李爱宝。你好，刘总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师傅常在我面前夸你，说你是他徒弟当中最聪明的一个啊。我师傅过奖了。我的徒弟啊，脑袋瓜子灵巧，不管干什么活，他都比一般人来得快，也算是我一手调教出来的。这倒不是我做师傅的在夸自己的徒弟啊，他要不是这块料，我还真不敢往你刘总这里送来。你教出来的徒弟哪能有错？肯定是人才中的人才。不过呢，我们工地的工作比较艰苦一点，待遇方面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啊。嗨，刘总，您看您这是太客气了，就工作辛苦那不是应该的吗？我保证把活给您干好。再说了，我这要是活干不好，我也没法跟我师傅交代，不是吗？那当然，你的活要干得不好，那我这一张脸在刘总这里可就算丢尽了啊！爱宝，一定要好好干。放心吧，师傅。那就说定了啊！这个你要不嫌委屈，那就留在我这儿，好吧？我们工地呢正好缺一个人帮我做监管啊！你要能早点过来，那就尽快，好不好？行，我今天就能上班。哎呀，这就上班，这就上班了。谢谢你，刘总。谢谢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来了，是不是被淋着了啊？可算到家了。来给我。哎呀，我妈呀，雨下的太大了，这伞根本打不住。你赶快换个衣服去洗个澡，我给它擦一擦啊。走，来，我们去擦一擦啊。也没关系的，我可壮了。撞也不行，这淋了雨啊，就得擦干净，要不就感冒了啊。难受，难受。怎么了？啊？天哪，怎么这么热呀？
烧了，稍等一下，我给你拿药啊，等我啊。再喝一口，乖。依然，早饭好了。发烧了。发烧了？肯定是昨天下雨淋到了，都怪我。喂。啊，经理，我们家这边临时出了点状况。好，那我尽快赶过去。没请假？是啊。那你先去吧，今天我照顾他。行，那我赶紧去了啊。去。有什么事我打电话啊。好。难受是吧？喝不喝水？来喝点水，快。哎，好。闭上眼睛，好好睡一会儿。我就坐在你身边陪你啊。好。依琳，依然去上班了。妈妈，我不要妈妈去上班。妈妈，我难受。妈妈，妈妈。哥哥马上回来。梅兰妮。梅兰妮，梅兰妮，啊，依琳这边快好了，然后药在桌子上，你一会儿按时给她吃。我有事去找依然。行，赶紧去吧。依然，啊，怎么了？依琳出事了吗？她是不是严重了？到底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你急死我呀！你依琳叫你妈妈。依琳是你女儿是吗？她也是我女儿是吗？你怎么不告诉我？当我决定生下他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好要独自抚养他了。
让你受委屈了。哎，这动画片你都看了这么多遍了，你不嫌烦呀？我喜欢看。依恋，哎呦，回来了。没事了你啊？我看看。梅兰妮姐姐给我喝了口糖水，我就好了。是吗？那依恋，今天想玩什么？我晚上还有舞蹈课。咱不去上课了，和少宇帅哥好好玩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你进我屋里去玩吧。我们进屋去玩，走。歇会儿再玩啊，这病刚好呢。梅兰妮、天乐，有一件事情，我一直在欺骗你们，可能你们也一直都在怀疑吧。对，依恋是我跟少宇的孩子。你们一直对我跟依恋都那么真心的照顾，我还一直欺骗你们，所以我要跟你们说一声对不起。哎，你看，这样就没意思了。来，坐吧啊！这事儿呢，过去都过去了。我们也知道你有你的苦衷，现在这局势不是挺明朗了吗？就是我跟梅兰妮啊，我们俩得学着适应适应。是啊，我也是不得已才欺骗你们这么久的，希望你们能谅解。没事儿，不管你和依恋什么关系，都是我们的。这侄女啊。你这倒挺会攀关系的哈，少了个小妹妹，多了个小侄女，对不对？呀，这样一下辈分变了，是有点不太适应了。不是怎么着啊？心眼小啊，多个侄女还吃醋啊？怎么不行啊？你怎么着呀？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想求你们。哎，你说。暂时不要让依恋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毕竟他年龄还小，有一些事情忽然告诉他，他会接受不了的，会造成心理的负担的。那个你放心，依恋是你们的孩子，说不说也是你们的自由。依恋很可爱，其实我们都把他当成我们自己的孩子了。对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再谢谢你们。你看你这样干嘛呀？对了，起来。少宇帅哥，上次我说的小王子的故事，你回家有没有看？我有看，补习过了。现在我知道讲的是什么内容了。上次老师说到了第5个星球，小王子去第5个星球看到了什么呢？你能告诉我吗？小王子来到第5颗星球，他发现这个星球上只有一位点灯人和一盏灯。然后点灯人的工作呢，就是每天早晨他把灯关上，每天晚上再开开，这就是他的工作。那后来呢，整个星球越转越快，越转越快。等会儿，少宇，请不要这么快告诉依恋这一切吧，他年纪小，需要时间接受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接着讲。后来星球越转越快，越转越快，他就没有休息的时间了，因为他要不停的开灯关灯，开灯关灯。所以到那个时候呢，小王子最佩服的人就是这个点灯人。他觉得虽然他没有休息的时间，但他还是会很认真的完成。爱宝，你先别收东西了，赶紧出来，我有话问你。什么事儿？我好多东西没收着呢。你孙叔叔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怎么我给他打那么多电话，一点面子都不给呢？你看你都晒成什么了？怎么还让你出去工作？不行，我再给他打个电话。哎妈，你给我留点面啊，留点面。你看你儿子都这么大了，
你有点事儿就往公司打电话，同事都笑话我了。再说了，你看，怎么不派别人去啊？单派您儿子去，那是看得起我。孙叔都跟我说了啊，说这回这事要干好了，我就能升职，而且还有奖金呢。升职啊？你孙叔叔说的？啊？哎，这可是你工作以来第一次升职啊！哎，这个机会不能放弃。要去，要去，要去！你赶紧洗澡，我来给你收东西，你别收了啊！升职是好事儿。这个谭少宇是什么意思呀？把我们叫过来，自己迟到。这家啊，应该送依莲上学了。人家现在当爸爸的人了，理解万岁啊！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特别神奇。当今社会，居然有一个女人改名换姓，偷偷生下孩子，以妹妹的身份隐瞒住了身边所有人。哇，这种智商可不是一般人能完成的，就跟那种搁在国外绝对是女特工柯克伯之类的。哎，看人依然，再看你，没法比啊！我怎么了？不管是从这智商到情商，你说你跟依然能比吗？咱就说这女人啊，得经历多少事儿，才能把这么多内心丰富的情感隐藏这么深啊？平时是啊看不出来，其实内心早已波澜壮阔。你想想啊，我觉得依然吧，其实挺让人心疼的。哎，这人家的媳妇儿，你心疼什么呀？你这种看到漂亮姑娘就心疼的毛病，可不可以去治一治？我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来了。我这一大早晨先去把依恋送到幼儿园，又去超市把这个月工资给结了，够折腾的。这是我认识的谭少宇吗？现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什么都自己来了。说吧，找我们俩来干嘛呀？走吧。那天吧，你跟我说我求婚缺少点诚意，我想了一下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所以今天我把这个月工资领了，打算买一枚钻戒，正儿八经的求一次。行啊，学得够快的呀。哎，我问问你啊，你有多少钱？都在这儿了。你别凑热闹，给我选啊！最好就是最贵的。就用你说啊，你是奢侈品专家，你不给我选一个性价比高的？要选4C 标准的，颜色、净度、切工克拉。那个服务员，你好，要性价比高的。这款是我们店销量最好的，工艺是8星8钻，您看看喜不喜欢？这是什么级别的呀 ？VVS 级的。性价还可以，性价比最高的是 SI 和 VS 级别的。那个我打断一下啊，这是我数错了还是你给错了？一共2400，你就买钻石，这买盒也不够啊！这个我这个月工资就这么多。行，我帮你了。哎，店里能刷卡吗？当然可以。哎，你干嘛？我结婚，我求婚，你给我的新娘买戒指呢？不是你，你问问人家，咱店里有2400的钻石吗？近期没有。天乐，少宇，你过来看看，快点！哎，快点来看一下。什么呀？找了一家网络直销店，钻戒都比外面便宜，掺着20分，行不行？这网络直销店靠不靠谱啊？哎呀，人直销店都已经卖了好多了，人家的房租、水电、人力全省了，就是会比外面便宜，可以吗？反正是没想到我也有今天
连个戒指都买不起。行，就订这个。那就订这个啊。我们回来啦。哎，我还说去接你们去了，怎么中午就回来了？下午学校要有亲子活动，老师说要家长陪。我决定让你陪我去。我？行，我们的小依恋说什么是什么啊，听你的。我先回屋换身衣服去，你也换身漂亮的衣服啊。你下午要好好表现啊。走了，换衣服去了。完了，无视我的存在。帅哥，今年咱俩配合的真默契，第1名。对啊。你说是你聪明点，还是我聪明点？当然是我，没有你聪明啊。我觉得是我俩一样聪明。我用我新学的一个新成语叫做不分伯仲。这你都知道？那谁是伯，谁是仲啊？等会儿。这个电话。喂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马上回去。怎么了？那个天乐那边出了点事儿，我得马上过去一下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你快去吧，然后待会儿给我打电话。好。一会儿见。天乐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待会儿等他电话吧。走吧，我们回家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好多气球啊！来，快点！哎，怎么回事？你干嘛去啊？巷口街灯待在角落，陪着我们沉默。你骗我！你不是说天乐出事儿了吗？我没骗你，我只是想在你回来之前做好所有的准备，给你个惊喜。什么惊喜啊？求婚。少宇，你想好了吗？这一切是你想要的吗？为什么这么说？觉得你真傻，你真的不应该为了我离开公司，也不应该为了陪伴我去超市当一个搬运工。你应该回到原来的位置。我原来的位置，就是在你的身边去照顾你、陪伴你。因为误会，我缺席了8年。现在我回来了，我不相信你真的愿意让我再回去。依然，你离开了我8年。这8年里，我只知道你离开了上海，有了我们的孩子。我不知道你为了这个孩子，你到底受了多少委屈，我也不敢想。我不敢去试想你这8年里的生活，因为每次想起来，我的心会很痛，特别的痛。我恨自己无能，不能去好好保护你。我不想再想这些了，因为我又重新拥有了你跟依恋。我只想好好珍惜你们俩，把1天当做2天来过，这样我才能把这失去的8年全都追回来。想好了吗？可是我真的不希望你为了我放弃原本的生活。什么是原本的生活？我现在拥有的一切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这才是生活，我想要的生活。我是一个男人，我不想做一个傀儡，什么都听别人的。我想变得有担当、有责任，这
这是我想做的，而我现在也做到了。我要好好把握它。所以以后无论你在哪儿，那就是我太少宇的家。以我现在的经济条件和状况，我只能负担得起这么一个寒酸的戒指。希望你能体谅和理解。以前我不知道怎么去爱，但经历了这么多苦，我现在知道怎么爱你。所以这枚小小的戒指，代表了我的诚意，我的爱意，和我要对你负的责任。从这一刻起，我把自己的心交给你，也希望你能把你的心交给我，好吗？但是你却说了，他怀抱是多么温和，是不是忘了我，你会更快乐？是不是忘了我，你会更快乐？我把他们最幸福的时刻、最激动的时刻都给他拍下来了。嘿嘿。哎呦，你至于吗？你激动成这样干嘛呀？怎么不至于了？我说你是榆木疙瘩，你还不承认？这么感动的话，谁听了不感动啊？再说这场景，我还帮着设计了呢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未来希望的那种求婚仪式是什么样的呀？我原来吧就觉得，求婚一定要在最高级的西餐馆里边，然后很大的钻戒，玫瑰至少要999朵，然后私人管弦乐团伴奏，在海边，就那种一出餐厅就可以看到大海的那种。唉，这。但我现在吧，经历这么多，我对这个幸福的定义已经改变了。老话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我不怕你笑话啊。我从小就觉得哆啦 A 梦和 Hello Kitty 应该是一对儿。我特别喜欢粉色，所以我觉得我就是 Hello Kitty。特别希望能找到属于我的那个哆啦 A 梦。至于求婚仪式吧，钻戒并没有那么重要，钻戒大小也不等于幸福啊。如果这个人我爱，怎么着都行；如果我不爱他，怎么着都没用。说的没错。你们在看什么呢？啊，我们没看什么呀。这个你不能看。我为什么不能看？因为你小啊，这个等你，等你长大了，你就能看了啊。那我什么时候长大呢？你什么时候啊？你什么时候长他这么高了？你就算长大了。哎，对，行了啊，去玩去吧，玩自己去吧啊，去吧，乖。
哎，小乐，哎，干嘛去了你？依然该洗的衣服帮拿回来。哟，这才多长时间呀？刚表白完就晋升成这家庭妇男了。不是，这男人跟女人一样，一旦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了，你干什么都不累，都愿意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是我认识那谭少宇吗？啊，是啊，只不过这谭少宇现在见不着依然吧，真是吃不下睡不下。哎呦，他描述的这个太幸福了啊，让我各种这个羡慕嫉妒恨啊。也有难的事儿。你说这依恋吧，每次叫我少宇帅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心里挺难受的。我就想把一切都告诉他，让他叫我声爸。但你想想吧，这一切都说了的话，他岁数这么小，就怕他接受不了。慢慢来吧。对，这事儿啊，别着急。你跟这依然呢，毕竟是有感情基础的，但是你跟依恋呢，得慢慢培养感情，你得陪着他呢，慢慢长大。毕竟呢，你已经错过了7年了，以后这日子千万就别再错过了。这我知道。但你别光说我，你这跟美兰妮呢，拖了这么久了，也不找个合适的时机表白一下。毕竟你跟这美兰妮的情况跟我和依然还不一样。你说美兰妮长这么漂亮，年轻，人又好，改天让人追去了，你得难受死。我这不是也想了吗？就是没找着合适机会。这还有什么合适机会？你不是诚心的吗？我是诚心的呀，我这诚心天地可见呀。那不就得了吗？就表白吧。嗯，我上去。经经理来了啊，进来吧。谁呀？你找谁？刚刚是不是有一女孩进去了？叫薛晶晶。你找我们家教薛老师。家教？对呀。你是他什么人？哦，我是他朋友。你是他朋友啊？哦，那进来吧。那进来，我把你叫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对。哎，你先稍等一下，我就给你叫。哎，好，谢谢你啊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，我那个。我不是过来。薛老师，这题怎么做呀？这是你。走，我们回去做作业。晶晶，对不起，别拉我，是我误会你了，是我不好。你是不是特别恨我？要不然你打我一顿也行啊。我为什么要打你啊？咱俩什么关系啊？蕾蕾，我告诉你，从你上次跟踪我开始，咱俩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听清楚了吗？不是晶晶，别再跟着我了。
哎，你忙什么呢？随便看一些图片资料。这才1个多月，你已经是我们这最受欢迎的设计师了，好几家公司都点名要求你来做设计。之前我跟辉达珠宝的老总吃饭时，他还特意提到你，说你前途无量，已经算是上海的新锐珠宝设计师了。没有，您过奖了，我这是刚刚熟悉工作，其实还有好多都不懂呢。别谦虚了，行了，这月的奖金我已经让财务打到卡上了，继续努力，不要让我们失望哦。好。喂，天乐，我们领导夸我了，啊，还说我是新锐珠宝设计师呢，哼，赞吧？你这设计被人认可了，我也觉得我倍儿有面子。这军功章怎么着也得有我一半吧？哎，我觉着啊，咱干脆找个地方庆祝庆祝吧。哎，你还记得上回咱玩那旋转木马那地方吗？旁边2楼有一西餐厅，咱就定那儿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对，行嘞，我呀收拾，马上就来啊！行，晚上见。哎。怎么着？有什么事想不开，非要跳河自杀呀？啊？我又跟踪薛晶晶去了。啊？他去人家公寓里边，是给人家当家教去了。我误会人家了。哎呦，你误会人，你赶紧跟人解释一下，把误会解开不就完了吗？我解释了，他不听，他让我以后别再找他了。我觉得星星这回都快恨死我了。不是你吧？你这误会啊，闹得有点大。我估计人薛晶晶呢，一时半会儿啊还生你的气呢。你先得想办法把这气儿给消了，再跟人好好道个歉，没什么大不了的啊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说的当家教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？我都跟他说了，我能照顾他。你说他那么玩命挣钱干嘛呀？没准呢，人家有自己的苦衷。我觉着啊，你把这事儿啊问问清楚，别把这误会呢越闹越大。我觉得他这回啊是肯定不能再理我了。听我的。别气馁，相信你自己。你呢，得让他感受到你的诚意啊！护士，麻烦问一下药房在什么地方？左边1楼。啊，还有这个脑部 CT 在什么地方做？2楼右边。谢谢啊。我回来了。你干嘛去了？怎么了？我这给你打电话，你手机关机。经理说你这一下午都不在超市，你都去哪儿了？你给我打电话了？对呀。急死我了！嗨，没电了，这没有。我这送了依恋之后回来，突然头疼，正好顺路就去医院做了个检查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开药了，还做了个 CT， 说是后天去拿结果。不是你怎么会头疼呢？你经常疼吗？偶尔吧，是不是这一段有点累着了，休息不规律？那你以后有什么事儿要提前跟我说一下，要不然我会担心的。你会怎么样？我会担心你啊！担心我？啊！有了老婆就是好吧，都知道担心我了，真幸福。
谁是你老婆了？哎，不是我老婆的话，那这手上戴的是什么呀？而且那天就在这块儿啊。没有，然后戴上了它，还抱得挺紧，不是吗？不是，哎呀，痒，就痒痒才搁进去。好了。吃晚饭了吗？我吃药了。坏人，我给你热饭去啊。我是吃饭呢，还是吃你呢？坏人！哎呀，就像坏人。吃饭了，你也好好。谁让你痒痒再吃饭？快点，都拿进来。我帮你端。哎，咱俩认识多久了？小半年了吧？那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？你固执，大男子主义，说话还特贫。啊，我在你心里就这印象。这几个词儿可以换一种说法，坚持，做事有毅力，爷们儿，然后就是说话很幽默。最重要的，我觉得你很善良。我妈以前说过，衡量一个好男人的标准就是先要看他善不善良。以前我觉得这话挺普通的，现在想一想，还真是。如果一个人善良的话，就不会去伤害别人，即便他具有伤害别人的能力。那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就是一开始啊，我觉着你有点那个目中无人，有点那个娇气，那个有点那种被人宠坏了大小姐的感觉。后来我发现你这人也挺仗义的，而且也特善良，就是没有那种女孩子身上的娇柔造作。反正我一直认为啊，这美的第一要素啊，就是那个真实，那个自然。我觉得这些你都具备了。哎呀，那个，你不会是因为我今天请你吃这顿饭，所以在这夸我的吧？不是我是发自内心的。你要觉得我是假的，那什么，那这顿饭就我请。不用。那酒后逢知己，咱们碰一个呗。来，碰一下。吃好了吧？那你吃好了，要不咱下去走走，消化食。去哪儿啊？就下面随便溜达呗。行，走。我能有现在，其实要特别的感谢你，陪我找工作，陪我熬夜，帮我画图纸，每天还要忍受我各种吐槽。突然间这么跟我一客气吧，我还有点不太适应。其实啊，我什么都没做。你呢，要真不是吃软饭的，我们做什么都没用。你要真是干这行的，我们什么都不做，早晚有一天啊，你也会成功。听你这么说，我觉得我浑身又充满了自信的小细胞了。明天了。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天空很蓝，世界好大，爱是否会悄悄消散？你是否感受到我为爱发狂？坚持多久才能靠岸？保持沉默，试着洒脱，是我唯一对自己的把握。
像一只发了疯扑火的飞蛾。你说过，你希望你的哆啦 A 梦骑着白马，从五彩的童话世界里来接你。这白马真弄不着了，就只能骑着旋转木马来了。这五彩的童话世界也真是做不到，就只能改成从五彩的光里来接你了。你混蛋！这些话干嘛不早说呀？至少我还能祝福你快乐。我怎么混蛋了？我还记得你说过你喜欢粉红色，你还说你喜欢哆啦 A 梦。你呢就是粉红色的 Hello Kitty， 我呢就是蓝色的哆啦 A 梦。我愿意为了你变成粉红色的哆啦 A 梦。今天穿着这身衣服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这个戒指，它代表我的心。从今天开始，这一切都放你那儿保管了。另外，我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呗。李天乐，你知道我为你流过多少眼泪，伤过多少次心吗？有时候我都觉得我特别的恨自己，我觉得我腿长得也不短呀，跑得也挺快，怎么看你这儿，我走也走不动了，跑也跑不了了，我这辈子是不是就打你这儿了呀？不是，那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？说了，只要是自己喜欢的，怎么着都行；不喜欢的都没有用。哎，那是无名指，咱这又不是求婚。你这是干嘛呀？我这不是一表白吗？那这儿什么意思啊？名花有主。